泰式私房菜加埋泰式按摩，殺蝕新面孔。位於曼谷市中心 BTS 南10分鐘步行。今次我帶咗泰國本地朋友同外國嘅朋友過嚟試下薩氏嘅正宗泰式按摩及私房菜。按摩前，按摩師會仔細咁問我哋嘅按摩需要同埋力度，然後帶我哋上樓上，有4間私間房俾我哋按摩，房入面仲有得沖涼添，配套非常乾淨，好有私人空間。今次我朋友選擇咗玫瑰油，佢舒服到瞓着咗。做得多劇烈運動嘅我都係選擇咗泰式按摩，按摩師位經驗十足，你睇下我個樣幾舒服。今次增加咗暖藥包，包住月頸瞓喺度，令個全身放鬆，有助舒緩壓力。按完摩好有胃口，一落到嚟啲餸菜已經準備好，菜式有7至10道菜，根據人客嘅數量去配合。今次等 P 正過嚟介紹下，香港人最中意食啲乜？中意食咖喱蟹同埋生蝦同埋焗龍魚。點解嘅？我哋用游水嘢㗎，所以食落去就係感覺就係好啲肉好滑。P 正對食物質素要求非常高，地方好闊落，可以同我幾位朋友慢慢行。而家仲做緊推廣優惠，大家可以以上方式聯絡訂位。